水腫冇力，大便唔暢順，冇乜胃口，頻頻生暗瘡，嚴重起上嚟仲會關節痛。有呢幾個症狀，好大機會你身體已經濕毒過重。呢條片你一定要收藏，驚你要用嘅時候揾唔返啊！屋企潮濕可以開抽濕機，衣櫃、鞋櫃、雜物櫃、碗櫃濕可以放抽濕袋、抽濕器。身體要排濕可以出去俾人刮痧，但係唔平咯，仲要未必一定刮得啱，自己刮都得。不過一個動作頻密咁做咁多下，好容易扭親。我就瀨咗嘢啦。今日分享一個簡單一貨應百客，全家人都飲得嘅溫和配方去濕茶。坊間有好多唔同嘅配方，我呢個係最溫和，係朋友一個幾十年陪月分享俾我。我哋全家飲咗幾年啦，每次飲完都好舒服噶，成身輕晒，好似識飛咁啊！大腸裏邊嘅濕毒排晒出嚟，會屙好多布布噶。加埋呢樣嘢，好飲好多噶，小朋友都冇咁抗拒。你都覺得身重重想去濕，留言去濕茶，分享陪月溫和配方。呢啲乾貨啊，周圍都唔同價錢，有間抵買乾貨店分享埋俾你，一定要留言去濕茶，一次過俾你。濕係萬病之源，佢會開啟身體代謝樞紐，排出全身濕氣，除體濕，斬禍根。